大學生萬元玩車系列之馬自達323。馬自達323係一台非常值得年輕人玩嘅第一台車，3萬蚊左右嘅預算就可以將佢執得非常精神。至於嗰啲講呢台車幾千蚊就可以玩嘅，信嘅真係蠢蠢大冤種啊！肉眼可見的破和舊，這你受得了嗎？發動機方面有兩款選擇 ，ZM 發動機同埋零碎嘅同款 4G18 發動機，分別為1.6升同1.8升自然吸氣。排量雖然唔大，但因為車身輕，油門響應靈敏，加速亦都幾快下，真係濃濃的 JDM 味。再加上馬自達嘅獨門配方，後輪 TTL 雙天梯多連桿懸掛，因為結構簡單、剛性強、質量輕，過彎操控性一流啊！仲有拉線油門。手動擋嘅機械液壓轉向，呢個駕駛感受爽。最重要嘅係佢有住好多好玩好睇嘅高性價比改裝案例，唔打得都睇得啊嘛！更多關於馬自達323嘅信息，可以到懂車帝 APP 查看。大家仲有咩車想了解，歡迎評論區留言討論。